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Mr. K 識破玄門。我係 Mr. K， 一個對神秘學保留態度，但對事實絕不手軟嘅觀察者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七仙魚，因為你可能係街市、YouTube、電視都見過嘅玄學紅人，佢真係有道行，定只係一場商業化嘅包裝呢？我哋一一為你拆解。七仙魚原名趙靈，喺馬來西亞華裔，自稱擁有博士學位，曾喺台灣、新加坡、英國等地生活，之後嚟咗香港發展。佢話自己細個多病，所以走上修行之路，學玄學、風水、命理，又話留學歐美，主修新聞與商業管理，仲做過台灣 TVBS 記者。後來正式投身風水界，喺 ViuTV 節目走紅，形象鮮明，口頭禪多多，但係光環嘅背後，亦開始惹嚟唔少嘅質疑。最近最爆嘅新聞，莫過於七仙魚收到恫嚇信，內容提及血光江湖，佢即刻報警。佢話呢封信可能係針對佢嘅網絡攻擊嘅延伸，但網民就好好奇啦，係真係威脅定係製造焦點呢？佢自稱擁有多個學位、玄學認證，但具體來源唔明。有人質疑佢嘅證書係咪真係認受可，又有冇合法嘅風水註冊？你以為自己揾咗個 master， 其實可能揾咗個影印證書。仲有師徒決裂事件，徒弟郭奕森公開開火，話自己被不公平對待，酬勞問題未解決，七仙魚則反控對方中傷自己。玄門唔係應該清靜少少咩？點解搞咁多內鬥戲嘅？網上亦有傳聞指佢收費唔透明，甚至懷疑涉及詐騙。雖然未見有實際嘅法律行動，但呢啲指控唔可以唔講，唔可以亂講添啊！仲當一個人用神秘包裝賺錢，佢到底係賣緊信念定係賣緊幻想？七仙魚係真係有能力，定係一場大型玄學演出？我唔會話俾你知答案，因為你有你信，我有我問，你又點睇呢？留言俾我啦，講下你嘅睇法。下一集 Mr. K 識破玄門會帶你去睇下另一位玄學明星背後發生咗咩事。記得訂閱撳鐘仔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